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月7日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来关心宜兰的东山昨昏发生沙石车去弄到过路人的车祸，因为天暗，司机佫无斟酌看路，佫哪亲像有去弄红灯，去弄到一个当在过大路的查某高中生。这个女学生当场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了后有恢复生命现象，目前也在抢救。斑马线道车顶，一个学生准备过车路，想要到一台沙石车为加油站驶出来，疑似违规弄红灯，就安尼直接弄到女学生。因为尾暗天较暗，现场的人也看不清楚，弄到是查甫也是查某。我看到的时候，那个弟弟已经在那边挣扎了。是男的女的，你知道吗？看不到，这时候已经晚上看不到。这高中女学生当场卡在车底，无喘气、心跳，因为弄声音，附近人拢走出来看，其中就住伫车路对面的女学生阿嬷认出卡在车底就是家己的查某孙，马上就哭出来。我看到是伊车驶慢慢出来，我听哭安尼尔。因阿嬷出来看，才知影讲家己的人啊。这表情真歹啊，就讲安尼，阿因爸人靠干的啊。现场的雨愈落愈大，警方初步判定驾驶无注意头前路况，加上疑似弄红灯，才会造成追究。一样，砂石车要右转，疑似未注意前车的状况。他砂石车驾驶没有酒驾的情形，那行人经送医，目前还在抢救当中。女学生送医了后，恢复生命现象，毋过意外生命危险。尤其顶个月2次正大发生大众公车弄死无仔意外，即马佫有沙石车弄到人。路人什么时阵应得到应该有的路权？大家拢在等。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去年政府有加扣税，即马是加4500亿。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伫昨昏拢对外表示，会当叮当的1800亿，会摕一部分来规划分现金，全民共享。因过要分钱嘛，爱有法律的基础，所以爱需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朝野立委即马有共识，讲总共有开临时会，就会当伫过年前赶紧通过，安尼民众就当紧领到现金。看看现场会有几个包裹是有问题的。春节要到啊，包裹量大大增加。行政院长苏贞昌初三视察台北邮件处理中心，不过外界关心的也是去年税收超收4500亿，是毋是向税后民众？苏贞昌伫媒体追问下，总算讲4500亿，其中700亿做地方分配税收，1000亿补贴都健保甲电价，另外1000亿做强韧经济使用，出来1800亿，预留以后爱用，其他用来发现金全民共享。我们规划在这个额度跟全民共享用发现金的方式，但这要有法源的根据和预算的编列，要经立法院的同意，不是私下发红包。苏贞昌讲，发现金爱有法院根据，爱经过立法院同意。元旦迄天表示，立法有法度一伫财政许可范围内，适时研究行税后民众的总统蔡英文，初三下晡伫面册针对行税后民众说明未来规划，强调中央会当运用的3800亿内底。1000亿用来启动加强韧性经济方案，协助传统产业、农渔业也甲观光业，也承诺1800亿预留一笔钱来因应不时的需要，其他发现金全民共享。那发现金就是增加市场上的这种需求嘛，在通膨上面就是火上加油嘛。从某个角度来讲，应该是效果最差。强调一下发现金，原因很简单，选举要来了嘛，所以从非经济方面的考量的话，我们就很难指责去批评它了。学者认为发放现金对于进行经济效果无好，也强调蔡政府安怎强化韧性经济，细节有待观察。不过对于发现金行税后民众，朝野立委拢认为要赶紧加开临时会通过，让人民有感觉。假设需要召开临时会来讨论现金发放的方案，我们党团全力支持。赶在过年前后发放，让人民感受到有政府顾人民，人民才更能谅解政府。若是民众上紧什么时阵会摕到现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今日表示，立足中央地方甲朝野达成金额共识，立法院伫农历年前开临时会完成立法，应该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关心中型航勤站伫元旦的时是集体依法休假，若昨昏上班日请假的人已经有减少啊，航班嘛有加较顺。有中型航勤的员工就表示，公司无要增加年尾奖金，颠倒是去开一天2400去找临时工，这是互在业的看落是真切心。另外，华航的同航勤的劳工，伫今仔日因要甲资方进行劳资争议调解，要讲调关薪水的代志。严格准讲，若讲无成，因伫1月初6就会进行罢工投票，看敢要伫新正发起罢工。中型航勤请假第3天，随着请假人数减少，航班也恢复正常。只是这场劳资争议要结束，恐惊也有当啊等，因为长勤并无工会会当甲资方协商，无情这会当透过长远技术职业工会代为声援。应对方式就只是再去增补更多的这个就是临时人力，而且他用2倍以上的薪资在招募这些临时的人力来做支援。其实这样的情况下，对于这个原来在长荣航期里头的基层员工看的是非常的灰心。看到公司态度强硬，就是无同意增加年终予长勤员工申领，准备伫春节中演请假事件。另外，属于华航集团占桃园机场地勤勤务7成的桃勤公司，定地向公司争取调薪破例，有计找时举行劳资争议调解。若失败，初6要进行罢工投票，可能伫春节进前处理合法罢工款。知道之后啦，那就是那当然这个之前要看一些说明会跟大家说明之后，就是进行所谓的投票。都惊解封了后，第1个春节连假拄到请假罢工瘫痪机场，也互疫后变复苏的旅游业出嚟等。交通部长国在初3，赶紧各向长型集团发声，互员工好过年，让员工好过年哈。那我是觉得集团可以这个努力来帮忙他们哈。资方用照顾员工，然后劳方也可以考虑。是不是在这些讨论过程中有一些比较合理的一些方案哈？那我们希望赶快让它落幕，避免影响我们旅客的权益。长型航空表示，目前长勤当积极补人，也甲员工沟通公司困境。那劳资双方无愿意各退一步，长勤途勤伫春节集体休假，国门恐惊面临踢机条，旅客更加是无端受害。记者综合报道。华航的子公司桃园航勤无排除要伫旧历过年罢工，桃港市表示，因公司的员工2400多个，爱负责桃园机场7成地勤的工课量，因要求公司爱调悬薪水。那中型航勤是表示，疫情期间货运量有增加，所以航勤人员逐工拢爱搬货。结果公司的货机有趁钱，却只有空服员年尾奖金赏3个月，航勤人员年尾奖金才赏1个月。公司大细心，因无法度接受。用手大轨道做出临时输送带，各将货物搬入机舱，最后贴起来用锁固定。疫情期间无旅客，航勤员工为地面搬行李，改到机顶搬货。中型航空第2022年第3季货运营收212.1亿，年增3%。航勤员工感叹对货运有贡献，毋过中型航空有3个月年终奖金，航勤却只有1个月。去年客舱都改成装货嘛，就是把客舱的椅子拆掉啊，要不然就是在椅子上面直接贴货啊，那都是用人力，不能用机器，都是用人力一箱一箱搬的。因为很多人就等这一批领完年终要过去新语了。桃园机场由2大航勤公司负责机坪作业、行李货物、航机清洁这地面服务。长型集团的长型航勤有员工1890个，主要客户都是长型航班。根据人力银行资料，起薪差不多3万，无同款工作有技术甲操作津贴。华航集团下卡的桃园航勤员工2400多人，除了服务华航航班，也负责国际航班。占桃园机场地勤7成服务量能，起薪甲长型航勤差不多多。要津贴2大航勤公司是用服务班机数做借口，所以年终平均比疫情进前就1个月。10月13号之后，国境解封，那星宇航空的成立也招募了很多地勤业务的人员。那所以就是说，会因应这个时事的趋严，然后它的整个薪资也会调涨。航快协会分析，2年多疫情期间，桃园机场流失600多个包含航勤在内地勤人员，目前旅客回流人力明显无够，加上星宇航空乌人确实是航勤尽力，向资方争取薪水的好时机。桃勤公司因为有华航挂钩，被外界看作是调薪的标准，那答华成功有希望带动工业有起薪水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
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天气和昨昏差不多，因为继续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伫基隆、北海岸、宜兰有局部大雨。气象局即马有针对基隆、新北、甲宜兰发布大雨特报。咱同齐来看分图。气象局表示，受东北季风甲冷空气的影响，伫这方面的桃园以北，抑个东半部、恒春半岛云会较高，不时拢有局部阵雨。其中伫基隆、北海岸、宜兰、大台北山区落雨时间会较长，嘛有局部大雨。啊，若伫新竹以南，顶部是侪云，下晡有机会会当看到日头。温度的方面，伫啊透早，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新北，敢若12.1度。日是北台湾高温大约有20度左右，其他的所在高温大约是23度至25度。啊，若甲昨昏比有小可回温。当年的11月份到过当年的3月份是紫斑蝶甲小文青斑蝶落南过冬的时阵。最近这几冬有观测到因飞到位的时间是愈来愈晚。啊，若今年的数量嘛减真济。专家是认为讲，有可能甲这几冬的寒天无寒、温度较悬有关系。紫斑蝶甲小文青斑蝶前2年冬天拢大量路过台东操作牧场，留伫高斯佛泽兰的汇率点悬数笔。啊，不过牧场观察今年冬天这条路径的紫斑蝶减少真济，只剩少量的小文青斑蝶伫园区采蜜。上周的话，还有大概看到50-60只的那个紫斑蝶。那这几天可能是因为下雨。所以紫斑蝶到目前为止，就还是今天都还没有看到。因为操作牧场前的高斯佛泽兰是紫斑蝶甲小文青斑蝶的闭关食物，会吸引来者搁飞去蝴蝶谷。啊，不过即马应该是因大批南线过冬的时间，3月个北返生态地煞无发现，真无正常。专家认为，蝴蝶大冬爱受低温的刺激，可能是温度也无够低。温度事实上还算是偏高，所以说呢，它只要往南移动，而不需要进入到蝴蝶谷的这样的一个栖息环境里面，所以说我们可以在台东各地我们都可以散居的看到这一类的紫斑蝶跟小金斑蝶这一类的越冬的一个蝴蝶。刘金通讲，紫斑蝶其实活动的时间也慢慢的减低，这种现象为2007年就发生，因为蝴蝶活动的行为了解气候暖化现象。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停办咧满3档的南洋科技大学讲要转型，要改做双语小学，啊，毋过有引起争议。教育部是表示，学校爱伫本这个月底摕到台南市政府双语小学的筹备试许可，若是无就爱改善清算。董事会是希望讲外界会当互学校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来关心中国时报，台北市人口流失是真力真严重。进前市长郭文哲任内有爆破250万人，所以副市长互减1个，对3个减做2个。也毋过即阵疫情转好，国门解封，这2档互开除户口的民众拢陆续返来台湾啊。台北市的人口算的上紧，伫2月底，阁会超过250万人。总共安尼，市长蒋万安就当阁加一个副手。来关心自由时报。选举宣誓了后，最高检察署有指示各地检方爱伫1个月内锁定涉嫌贿选抑或妨害选举的案件，针对当选人选调的这人，爱提起民事的当选无效之诉。到昨为止，检方有提出181件，所以有即马有188当选人互提起当选无效之诉。来关心台南议长之前旧年底选选，也毋过选举进前有逼出乌金、恐吓，抑个贿选才歹代。昨昏检方嘛分26路去搜索去敲，包括民进党正副议长、和国民党开除的前国民党的市议长、市议员，抑个相关的人士，拢互带回去审问。经过透明的审问，伫透早6点半，去年以50万交保，郭在钦是申请羁押。检调人员提出了离开民进党市县林义庭服务处，因为住伫楼顶的林庭老爸，也就是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树杰，是嫌伫议长选举进前恐吓国民党议员彭一峰，并支持无党籍议长候选人郭信良。检方初3早起去林树杰徛家搜查。本署日前接获情资，已经分案调查中，但基于侦查不公开原则，无法对外说明相关细节，但是一定会积极侦办。
台南机场之前在选前逼出乌金恐吓气氛，要日军假新年上班第一天，检调评分26度所在，包含民进党籍新任机长区里里、副机长林志典的徛家甲服务处也在其中。尊重检调的办案，那也希望能够检调能够查明真相，以昭公信。黄伟提无缘加做回应，为保机长宝座，民进党撤换国民党议员张世贤伫顶个甚至一个副机长候选人伫本尊，互3人走票到区里里。虽然国民党真经开除3人党籍，毋过走票甲贿选情绪关系，爱个调查。国民党已经很辛苦，就是副议长来跟无党搭配，那为什么呢？就有黑金黑道的这样的介入，检调单位已经介入查了，一定要查个详细。检调正在搜索当中，不会有外界所谓盛传。哪些执政县市、哪些地方、哪些政党就不会去办案的状况。服务处只剩一人，张世贤等人同款被传回电信。除了这副机长甲走票机关，也有前民进党中执会郭在钦等5位涉案警员也被所在约谈。台南卫选前途乌金这问题，如今检调大动作追查，也显示扫乌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民党的中常委萧景田涉嫌替台北市议员林幸吉买票，调查人员就问，那时伊在投选去，即马检方通缉了后，第3天伊有主动告案，尾即马是以800万交保。检方审问了后，认定萧景田涉嫌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法。犯罪嫌疑重大，有盗墓，还有串证甲隠灭证据的疑虑，所以向法院申请羁押。毋过法官是认为讲，伊是家己去到案说明的，伊无走闪侦查，无盗墓的疑虑，所以尾也是以800万交保。萧景田暗头行出法院的时，并无表示任何意见。若树林的检方表示会提出控告。若伫顶礼拜四，高雄大寮毒品的制造工厂是发生枪杀命案。若初二的时，伫桃园阁发生有一个姓郭的甲头老大出门去盗粪扫，伫街仔路互开6枪弹死。这个治安的问题，拢互民众惊吓。嘛有人认为讲，警察的螺丝敢是冷去啊？另外，伫台南市的警察局秘书室姓曾的曾主任是涉嫌暴力恐吓，去轰击2支大哥免职。内政部即马是表示，爱社会大众相信警察。重大案件，警察拢有掌握，而且嘛讲会拍拼扫乌。前风车万把猫落去，这是跨年这一天涉嫌恐吓处在台南市警局秘书室姓曾的前主任开车弄的，以10万块交保，毋过受访时讲家己无犯法。这期新德县警方无搜索票，亲像乌人，也无法度接受被2大哥免职。他中心的远景也自己承认，这些警讯都是他传的，因为他们有一些特殊的男女关系的。另有已婚涉及男女不当交往，并衍生恐吓取财刑事责任。本局考机会决议，由原拟议的停职，改加重到1次记2大过免职。新德县警局回应，执勤同事拢请因警察的防弹架，要表明身份。部署发生重大危机案件，台南市警察局长彭永平除了自请处分，也风声要移动。会依照我们最近的高阶警官的一个异动情形来做一个通盘的一个考量。警政署长证实无排除调整，也强调姓曾的前主任孙辉警记看这不法者行为，按用上严的方式处罚，若无法度接受，会用司法方式捍卫权益。另外，一直传出枪击案引起治安记录，顶礼拜高雄大寮发生性刑事枪决命案，这次桃园阁发生地方角头，互人近距离开6枪。我们要相信我们台湾的警察其实是高度专业、高度负责，能够有线索往下追查，他们绝对不会放弃。请国人同胞还是要放心，台湾的治安其实是非常好的。华警群也讲，最近的枪击案大部分甲乌帮雷道有关系，警方对重大案件拢掌握，民众要相信警察专业甲努力会将治安维护好。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罗斯军队伫乌克兰的战争当中，即马是拄到战争以来上界严重的损失。伫顿内刺客内面呢，俄罗斯军队是受乌克兰的攻击了后，俄罗斯表示有63个阿兵哥死亡。另外，伫国际社会的援助之下，乌克兰目前已经把失去的国土收回来4成。
位伫乌克兰东部顿内茨克的马克耶夫卡，会当讲规片图笼罩未达。伫2023年跨年迄暗，镇压伫遮的俄罗斯军队遭到攻击，乌克兰使用美国制的海马斯多管火箭，向俄军所在的大楼发射6粒火箭炮。乌克兰军方指出，达到400名的俄军阵亡。俄国罕见的公开澄清是63死，这也是俄乌开战10个月以来俄罗斯伫单一交战中上严重的兵力损失。Российски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ПВО 2 реактивных снаряда «Хаймерс» были сбиты.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поражения 4 ракетами с фугасной головной частью пункта временной дислокации погибло 63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俄国指出，遭到攻击的是俄军镇守的这个学校大楼。伫遮驻防的俄军多数是去年底动员征调的士兵，因为大楼抗军火，所以损失特别惨重。乌克兰这一摆伫美国在武器协助之下胜当俄罗斯，因过讲一讲，乌克兰首都基辅也遭到俄军无人机飞弹攻击。索洛米扬卡区一名芬兰罹难，住伫隔壁的大官宾哈军登去，一缕目睭受重伤，面对亲人无辜死亡，相当无奈。Что его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Это звери. Это не люди, это звери. Okay. 乌克兰伫国际军武援助之下，收复失土的进度真有收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鲁兹尼指出，目前已经收回4成的失土。俄国为2014年占领的领土也收复达到2成8。俄军最近对乌克兰加强无人机攻势，想要伫寒冬继续瘫痪乌克兰的能源基础建设。总统泽连斯基初日也警告，证据显示俄国打算要耗损俄国民生、空防甲能源。阻挡无人机攻击，会是乌克兰军方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那英国坐标的艺术家班克斯，伫乌克兰有创作几百壁画，是替乌克兰人咧加油。其中有一幅是伫基辅的郊区，这个作品伫顶个月互歹徒对壁顶甲刮落来，佮差一点仔全部拢偷摕去。乌克兰政府表示已经抓到凶手啊，相当会甲判12年的有期徒刑。基辅郊区霍斯托米尔即位后战争影响的建筑，有打玻璃笼加插板的外壁，明显互人破坏，显出规大第一壁。这个所在原本有一把班克斯的壁画，顶悬有画一个穿洗浴衫、戴防毒面具、手提灭火器的查某囡仔。无想到顶个月初，这幅画竟然差一点仔规互人恶去。Ми дуже були раді, коли вона з'явилась. Це біль, звісно, бо ми тут проживаємо. Ми після деокупації повернулись сюди додому до себе. А тепер там дирка, і це як частини чогось уже не вистачає. 乌克兰内政部发声明表示，呼吁在民众关心也甲军警的合作，偷画匪徒当场互人抓到，找回来壁画也拢无破坏，暂时放伫警察局。班克斯目前证实家己伫乌克兰留7幅作品。包括一幅摕灭火器的查某囡仔，乌克兰内政部估计，这幅画价值超过243900美金，约近代票750万。Проводити відповідну експертизу стосовно коштовності вказаної речі, і далі вже слідчі з прокурорами будуть визначатися з кінцевою кваліфікацією даних дій. 目前乌克兰当局已经向无后主嫌发告案通知，若是相关罪名成立，会判12年的徒刑。班克斯专门伫个街头巷尾结合现场的景观，用喷漆也是放毛啊印刷来作画，传达口述艺术。最近伊伫乌克兰真侪位破壁所留的作品，除了摕灭火器的查某囡仔。佫包括囡仔打败柔道服查甫人，颔棍仔包护颔，人体操踩大的查某囡仔，也甲马桶面啊洗身躯的好手查甫人等，拢有关怀政府百姓的反战意义。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美国上大间的电动车公司特斯拉，去年交车是卖出130万台，这是比2021年成长4成。若挪威这个国家因为有补助，所以伫去年这个国家卖出去的新车5台内底有4台是电动车。若销售量排第1的就是特斯拉。总人口敢若550万人的挪威是全球电动车比例上悬的国家，也是汽车制造商推销新车款的测试市场。2022年，纯电动车伫新车销售的比例，为2021年的65%增加到79.3%。10年前敢若2.9%，这么大幅度的成长，主要就是因为有真好的补贴政策，为了达到轻售柴油车降低碳排的目标。
挪威当局对电动车提供内燃机汽车摩托享受的免税优惠，敢若去年就损失394亿克朗的税金，所以当局当地考虑要按照重量价电动车扣税。 Grunnen til at vi nå innfører skatt på de dyreste bilene, handler jo om at elbilen langt på vei allerede er blitt den nye normalbilen for nordmenn. Det betyr at vi må også se på hvordan vi bruker fellesskapets midler. 美国好野人马斯克创办的电动车大厂特斯拉已经连续2年在挪威排销售冠军，市占率达到12.2%，领先德国福斯的11.6%。年度上好销的车款是特斯拉的 Model Y， 过来是福斯 ID.4、斯柯达 Enyaq 排第3。特斯拉去年全年的交车数达到破纪录的130万台车，比2021年增加4成。去年第4季交出超过40万5千台新车，不过无达到华年加所预测的43万台。今年第市场利率升悬加衰退阴影影响下，汽车业者预估需求可能会较软。特斯拉伫予投资人一份声明中指出，未来几年会拄到新冠疫情加供应链相关的挑战。 另外一方面，南韩公平交易委员会初3宣布，对特斯拉提出相当220万美金的罚金。原因就是特斯拉的电动车伫低温的环境，行驶里程数比伊线顶所宣传广告的较少，上侪减少50.5%，误导消费者对电动车性能的认知，判定特斯拉广告无实在。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继续来看37岁葡萄牙卡球明星 C 罗，正式甲沙烏地阿拉伯卡球俱樂部埃納斯簽約了後，初2暗伊已經到沙烏地阿拉伯，阿納新頭家嘛正大方下重本，替 C 羅舉辦3萬人的歡迎 party。根據當地媒體報道 ，C 羅簽2年半的合約，大概會當賺新台票160億。 C 羅初1暗時坐私人飛行機飛到3個里亞德機場，進前佇飛行機頂懸高度底片，向埃納斯球迷問好。See you soon, Nassr fans. 37歲 C 羅去年底甲沙烏地的卡球俱樂部埃納斯隊簽卡大史上上貴的合約，年薪有2億歐元，2年半應可以賺超過160億新台票。佢表示對這位5屆金球獎得主的尊重，初3要佇主場替 C 羅舉辦3萬人的歡迎 party， 里亞德球衫專賣店，歡迎配合7歲 C 羅球衫，吸未少人來買。 شعور كبير طبعا واحد من اعظم اللاعبين في تاريخ كرة القدم يجي يلعب نادي النصر النادي اللي اعشق انا شيء كبير ولا يوصف صراحة مفيد لكل النواحي مفيدة رياضيا تسويقيا ماركتينج تعريف السعودية كل حاجة 个别顶级的欧洲卡球联赛转战沙烏地埃納斯，原本表示C羅的歐冠生涯就要結束。不過歐洲媒體指出，C羅的新合約當中有造就條款，那英超球隊紐卡素聯隊踢至歐冠聯賽，C羅應造就到紐卡素聯隊。原因是埃納斯甲紐卡素聯隊攏是沙烏地公共投資基金會，保守的沙烏地王室，無會人權記錄常常互外界批評。不過這幾年，因透過舉行大型的體育賽事，包含一個方程式賽車、足球賽、保險區比賽等，想要改變國家形象，同時也增加除了就業以外經濟來源。大部分是沙漠的沙烏地，熱天上冠軍常常有50度。不過，硬是開5000億美金爭取2029年亞洲冬季運動會主辦權。另外，2025年亞洲室內武技運動會，加2034年亞洲運動會，攏要佇3個舉行。這擺成功爭取C羅加名，不止成功製作話題，也一定能創造新的商機。公司新聞景元慶編譯。今仔日國際上還有啥物大代誌？該向請咱同齊來看世界。新一屆嘅美國國會今仔日起過，這屆共和黨佔多數，將握眾議院。不過共和黨嘅領袖麥卡錫要選議長，卻因為黨內有同志無支持走票，連續3輪嘅投票伊攏無過半，選落來一直投票，票數過半嘅人才會當選調議長。來關心路透社有報告，美國總統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打算在1月13日在華盛頓見面，雙方會討論中國和北韓的威脅，深化日本、美國同盟的關係。這嘛是岸田文雄上任以來頭擺在北京參加領袖會談，不過北京並無願意加講具體的計劃。
来关心中国这阵疫情大爆发，各地拢有针对中国人入境了后提出管制措施。北京的发言人就表示，北京无理由针对美国也是其他国家有针对中国航班的旅客做台检这措施进行报复，因为中国目前疫情滚假，其他的国家采取行动保护家己，这是合理的行为。中国这阵疫情是真吃力，咱台湾嘛是对今年1月初开始，针对中国入境台湾的旅客，爱做喙内 PCR。元旦迄天，通风机场加上松山机场，体检出阳性率是29%。为着要扩大检疫，疫情指挥中心伫昨昏嘛宣布，对1月7日开始，对中国出发经过香港、澳门搬飞轮机来到咱台湾的旅客，伫坐飞轮机进前，嘛拢爱提出体检阴性的证明。中国新冠疫情大爆发，为元旦开始，为中国入境台湾的人，拢爱做喙内 PCR 体检。根据指挥中心统计，元旦这一天，桃机甲松山机场有657个旅客当中，164人确诊，阳性率是15%。524个人入境，阳性的有146人所以它的阳性率是27.8%。那1月1号，其实除了桃园国际机场之外，另外还有133人是从松山机场进来其中有18位是阳性。对中国伫航入境台湾的航班旅客，爱伫机场喙内 PCR 检验以外，指挥中心阁宣布，为1月7日到1月31日，为中国经过港澳转机入境台湾的人，爱赴客厅地坐飞机进前48点钟内 PCR 检验报告，或者是24小时内抗原快筛检验报告。我们经过调查资料之后，那我们发现，我们从中国返回台湾的入境台湾的这个旅客里面，从香港、澳门转机的这个部分，大概有占20%那这20%目前是没有检疫措施了，不用再做破例落筛。那如果是香港这边自己香港启程的或澳门启程的这个部分，是不用再没有这个相关的规定。指挥中心表示，国内彻查增加24649例本土个案，360例境外移入，加22例死亡个案。境外移入从168天以来升悬，研判疫情过清悬。高峰落伫1月底2月初，专家建议除了中国以外，也应该严密监测境外移入变异株，尤其是欧美上升起来Omicron亚型变异株 XBB.1.5，免疫度传染力更较强。XBB.1.5几乎是在所有那个最新的变异株里面那不管说是传播力那不管说是那个对人类细胞的亲和力那目前都是最强的。医师强调，美国研究发现 XBB.1.5 每礼拜有110%的增长优势，相当一个感染者马上感染另外2个人，甲 BQ.1比起来是双倍传播能力。所以呼吁符合资格民众赶紧去做次世代疫苗，来提升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这阵疫情大爆发，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就惊讲有变种病毒。要去了解的时，即马中国媒体是对外表示，中国疫情无外界讲的遐尔严重。另外，针对真侪国家即马对中国有采取旅游限制，也是加强检疫。即马中国官方是对外表示，因会用变共的方式来应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病院急诊室，人是客家10统统，切杀中国第一大报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引用北京朝阳病院副院长唐朝辉的话表示，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对大部分人来讲是相对温和。目前北京定点病院所的感染者当中，重症占比是3到4%。四川大学华西天府病院院长孔炎表示，最近3礼拜以来，重症加护病房收46名重症患者，占有症状感染者1%左右。是数据肯定是滞后的，然后也肯定是会有一些没有报上去的数据，也只能信一半一半吧。路透社报道，中国确诊数暴增，官方媒体淡化感染严重性。中国科学家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简报疫情发展，世卫咧找变种病毒细节甲更加清晰情形。呼吁中国卫生官员定期分享疫情发展甲上新的消息。不过部分专家质疑中国提供的数据的真实性。另外，中国宣布1月7日开放国门，真侪公拢表示会将对来自中国旅客采取临时防疫措施。中国表示无法度接受。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出现新的毒株，所以没有必要针对中国采取特别入境限制。中方始终认为，各国的防疫措施应当科学适度，
不应借机搞政治操弄，不应有歧视性做法，将针对不同情况，本着对等原则，采取相应措施。这波疫情造成中国真侪人破病，国际社会对这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前途感觉真烦恼。全球金融市场出现无稳定，中国工厂运作伫顶个月已经减少进行，后面已经向中国提出免费强行新冠病毒疫苗，不过坚持用家己品牌，北京当局还未回应。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继续关心经济，英国嘅《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有一个军事代表团伫去年12月份的时要来咱台湾访问，对咱台湾的国军嘛进行评估，而且内底佫特别强调讲，咱的国军欠缺战略思考的能力。有立委是认为讲，将欢喜看到台美军事正常化，美国的建议相信讲相关的单位会提起做参考。另外，前北约的秘书长拉斯穆森嘛来咱台湾访问，会甲讨论的焦点放伫台海安全。美国最近唔那真侪摆宣布对台军售。英国《金融时报》早日报道，美国一个军事代表团去年12月捌低调访问台湾，对咱国陆海空三军进行评估，佮探讨美台扩大军事合作对国军的帮助，佮点出国军伫战术战级有能力，却欠战略思考能力。比方说，台湾的指挥体系还是过去的建军思维，那是不是要更扁平、更分散？那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言，我相信我们国防部及国安单位也会非常严肃、审慎的去进行讨论跟思考。政府真贵，也出这项消息，也代表台美军事交流那公开而且正常化，或者分析。台美军事合作已经真侪年，伫俄乌战争了后，美国更加重视中国威胁，也加强甲台湾伫印太地区的合作。印太地区下一步的一个可能是战略或打法，可能要怎么样进行，来跟我们进行一些交流。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军也会是需要了解美国最新的一些新的概念或新的作战模式。同时，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伫初三早起来台进行访问，这也是头一摆有下任北约秘书长访台，将聚焦台海关系，甲欧盟参台湾的关系。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等等，还有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这些重大的议题，都跟我方的各界人士来进行深入的意见的交换。拉斯穆森也是前丹麦总理甲现任民主联盟基金会主席，进前麦举行各门汉跟民主国峰会，邀请总统蔡英文发表演说。拉斯穆森出发进前表示，此行希望表达对台湾自由和平独立选择家己未来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伫下年尾跨年时，台北101有放烟火，台北捷运的总运量嘛增加到186万人次，也毋过参加煞在下年活动。暗会了后，有民众那真像是伤过欢喜，全失去控制。伫捷运的车厢内底大声唱歌，佮摕伫涂骹，甚至佮无挂喙罨，这个突出行为，拢互民众用手机翕起来。台北捷运公司即马表示，这个行为拢已经违法。看谁也不想拒绝。捷运车厢内有人把伊个头放伫座位顶悬，也有人跪伫涂骹唱歌，都亲像伫车厢内开演唱会。一个查某囡仔坐伫涂骹，佮捌拍伫个边仔人的骹腿，现场的气氛真热烈。毋过其他民众好亲像无啥敢挖进这个所在。这件代志发生伫个台北捷运板南线，跨年线透早3点外，民众翕到一群人伫个捷运车厢内唱歌的画面传起来，佮有人无挂喙罨，也有人倒伫月台顶。这些行为已经违反了《大众捷运法》第50条第1项第12款，可处新台币1500元到7500元的罚锾。旅客没有戴口罩的部分，如果劝导不听，可以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移送交通局裁处新台币3000元到15000元的罚锾。纠纷案件原因以碰撞、踩踏最多，其次为让座纠纷、妨碍通行、未戴口罩及进出顺序等，易引发彼此不满，进而发生口角而拳脚相向。根据捷运警察局的统计，110年台北捷运受理162件酒醉相关的案件，其中行为离境排第一，占30%。若是纠纷唔知人这代志，各占15%。警方提醒民众，若做坐捷运出现问题，会当持紧急开关，请站务人员来处理，经由警方调阅监视器来查清楚责任，减少纠纷的发生。
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招惊怀危机已经是国安危机，真侪人拢唔敢生。台北市政府即马为着要鼓励生囝，打算要增加补助，讲头一梯本地是补助2000，会增加到4万块。若是真是安尼，就会是全国上悬的。生第二梯有4万5，生第三梯以上有5万。台北市的民政局表示，按算4月初4自动这时会对外公布。口卡真大声，阁有一个新生命报道。要么过少数化问题由原难解，台北市政府就计划增加生育补助，第一梯为原生的2万提高到4万，也是全国上悬。生育奖加倍送，就第一胎4万，第二胎4万5，第三胎5万。民政局拟定2套方案，就等市长周万安确定是要为4月实施，还是要回溯到去年12月25迄天出世的新生儿也适用。看卖最近几年北市人口总数变化，为2018年的264万一路降，2022年佫是搬超过250万，扣除疫情造成的渎职，其实出生数一直减少也是因素。2018年还有我2万3的新生儿，到2022年煞只有1万4000多的婴仔出世，比2018年减少8,000多人，要么提悬生育补助，敢真正会当提悬民众生育的意愿嘞？不会耶，毕竟一开始只有4万嘛，但是后续的花费还是一笔蛮大的。不会。为什么不会？重点是后面养育啊，不是一开始那个津贴这样子。台湾的出生率下降幅度比真侪国家也较紧。妇女心理基金会观察，一场妈妈是今麦社会普遍的现象，呼吁政府爱投入大量的资源，建构优先职场。第一个，你要必须在制度上就是支持男性要参与照顾，再来公共托育的比例是要必须在短期内快速的拉上来，再来就是友善职场的改革，政府能够推动所谓的弹性请假的制度。妇女心理基金会表示，以我5年3岁以下上头率大成长来看，政府伫0到2岁托育政策真有限，名额少人侪，女性伫工作育儿之间两并收，自然更加无愿意生了。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有一间美学中心，主要的服务是甲民众身躯顶的毛剃掉去除。这款服务，毋过警方即马有接到消费者的检举，发现讲这间诊所是涉嫌对中国违法进口医疗器材，甚至佫毋是医生咧做，等于是非法替人客做手术。警方有掠到5个嫌犯，现场的负责人尾也以5万块交保。开门接待人客，警方趁机会出击，正伫美学中心查考相关资料，因为非法将事亲自行手术方所诉。在未取得合法医疗器材的一个许可证情形下，擅自从中国疫区进口非法的医疗器材，并雇用正妹美容师执行全身的一个除毛服务，借此来收取高额费用，获取不法暴利。这间美学中心伫台北信义，由39岁姓黄的红菜冠名成立35岁姓张的家后，担任实际负责人。也不过警方发现伊无依书执照，违法进行除毛手术，使用的脱毛机器也是网络买的，无经过手术许可，都为中国进口。2016年开业高达，经手的人客9000人，不法获利超过1000万。甚至负责人徛家也互超出590万的现金，就算因好人犯案专案有关调向，违反医术法甲药事法来进行侦办。如果说是打非法雷射的话，它的能量如果不够的话，可能它效果不是很好。可是如果说它能量太高的话，我们怕会有烧烫伤的风险。防所属的美学中心过去真侪名网红艺人伫面册发文强烈推荐，今项发现违法艺人若涉及代言等行为，可能达到法律红线。只要有自身的一个使用的感受或是他的意见在广告出现，都会被视为见证者，而受到公民交易法的一个规范，明知或可得而知，他所从事的一个见证是有引人错误之余，而认为见证的话，那这是跟广告主是负连带赔偿的一个责任。虽然辩方唔知影有无法度推卸，小报官强调，直接代言还是业配进前拢有查明义务，以防止触法。另外，这个案件艺人敢是涉及违法，又话爱交予公平会后续认定。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咧，关心台府超商是宣布对今仔日开始，因的卤茶卵介绍嘛要对全家便利商店的卡布，对一粒卵10块钱起到13块。另外，咱中华是咱国内上大种韭菜产地，即嘛是传出农作物受限害，所以产地挂价起咧5成。
一日两地电稿主甲潘讲讲，第两地去年12月28，专家超商宣布起一粒13块了后，莱尔富即嘛决定1月7日开始，也为10块起价13块。主要原因就是鸡卵成本一直起，消费者听到这个消息，无奈表示，各项物件拢起的时阵，早就有心理准备，敢来当减价一寡。我是可以接受啊，因为现在物价指数也偏高啊。原物料也上涨啊，我是可以接受这个价格，会减少少吃一点。对。中华1月7日传出二林镇一位演艺场感染禽流感，东方所紧急完成扑杀甲消毒。为去年12月中以来，已经有10位家禽场发生 H5N1 也甲 H5N2 疫情，拢总抬掉90187只家禽。农委会是讲，为去年10月以后，鸡卵产地价每台斤拢维持40块半，目前供需维持平衡。超商调整第2个计数，甲这届禽流感无关系。维持的一样40.5啊，他们超商调茶叶蛋的这个部分呢，基本上与最近的那个蛋价是没有关系。同款调整计效，也有包水饺用得到的韭菜，全国上大的韭菜产地中华，受到去年底低温的影响，韭菜园啊当商高发真慢，供应量无够，全台湾欠货，造成产地批发价为每公斤21块起价32块，一定春节前拢会无够。哦，你也看这紫色的啊，这是当升很凶啊，唔知讲那迄色热人头35天45天就挂咧走，这摆目前这头60天啊啦，2个月啊，佫无啥大，佫袂啥大。农民讲，日本韭菜品种比较较惊风，佮加上最近日夜温差大，产地受损的程度至少5成。传统市场一包韭菜为60-70起价120，民众买菜算盘爱小折折。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咧，看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伫美国的国会发表英语演说，真受侮辱。也毋过事实上，伫几日当前，伊的英语佫破，伊即马是下决心要甲英语讲好。若下苦心咧学英语的，也佫伫前线乌克兰的阿兵哥。这是因为美国有关真侪武器，为着要了解这个武器安怎用，就爱先会晓英语。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需要用英语和来自各地的支援兵力来沟通。数度用时，防混淆是非经过不敌人。这2句国会讲出基辅军事基地这2名认真伤快乌克兰官兵，衷心搁读英文的心情。前线用的美国援助的武器，比如俗称海马式的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训练手册拢是英文，佮加上来自世界各地外国籍的志愿军沟通，英语也是上好用的第一选择。伫读册时阵所学的迄点破英文，根本是无啥物路用。The whole system was inadequate, as I see now. I mean, we were just learning texts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m. Nothing, just nothing. Nobody could use it in real life. 50岁所带田科甲36岁卡姆特斯基，平常时离开战场了后，就甲原本伫学校做老师的切克佐瓦学英语，因也有一个真好的学习对象。We have artillery. Yes. Thank you. We have it. Is it enough? Honestly, not really. A few years ago, he has awful level English. Yeah, everybody knows this, but he learned. He very, I think, we have a great president. 为帮助前线士兵克服这语言障碍，35岁切克佐华放弃做安分的老师，伫战地教官兵学步英语。最近的几节课拢是较现实的用法，亲像受伤半自动化、杜装所、电网等等。伊捌伫东部顿的刺客基地内底5个月，甲官兵斗阵食斗阵大，甚至参加因的训练。I think that teaching English in this case is this small contribution that I can do for my country, for the people of my country, and for the military who are protecting us from this terrorist attack. 虽然学生未少进步，毋过切克佐瓦向国际组织申请基金，想要扩大举办战地英语课程，煞踢到铁板。伊指出，这团体真乐意帮助囡仔动不老人，甚至国内外无处通大人，毋过无法度同期关钱互军方。公司新闻王慧文评价。
酸蚵搭阁互人号做海底森林，真侪生物拢是靠酸蚵咧生活咧生团。最近伫泰国东部的海域，着酸蚵搭去喂着病，变黄全死去，即马阁也无法度医。泰国科学家目前敢若会当先阻挡疫情，避免规个愈大愈大片，害海底生态规个乌有去。科学家摕相机甲量尺，当伫调查海底的酸蚵搭受到感染的情形，看到这酸蚵搭顶头有一块一块黄色的部分，一般人可能会叫是这是酸蚵本来的色地，无伫较，阁会感觉真水真特别。但是看伫科学家的眼内，却是感觉非常惊吓，阁心痛。这是要我泰国东部真出名的观光点帕塔亚，一个叫做沙麦山岛附近的海域。最近一冬以来，科学家发现海底的酸蚵搭去感染着一种黄带病。这种黄带病是霾菌所造成的，酸蚵感染以后会变作黄色。过60年前，捌伫中美洲的加勒比海域造成大量的酸蚵搭死亡，但是伫泰国是头一摆出现这种黄带病。แต่โรคปะการังแถบสีเหลืองตอนนี้เราพบว่าเมื่อปะการังเป็นโรคแถบสีเหลืองแล้วเนี่ยไม่มีการฟื้นตัวจะค่อยๆตายไปจนตายทั้งโคโลนี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การ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เสียหายเนี่ยโอกาส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เสียหายเป็นแล้วตายเนี่ยก็คือปะการังที่เป็นโรค甲酸蚵白化造成的影响无同，酸蚵若是染到黄带病，就一定会死去。而且目前为止找无治疗的方法。泰国东部海域酸蚵搭感染黄带病的速度拖甲非常紧，甲当已经拓开240公顷的海域，情形应该讲是真严重。科学家表示，可能是因为海水污染，佮有气候变迁造成海水温度升悬，才会互酸蚵更较容易感染着黄带病。因为酸蚵搭就亲像海底的树林，酸蚵搭若死亡，会对海底生态造成真大的冲击。另外，真侪当地民众是靠观光业趁钱，伊嘛真烦恼，万一酸蚵若拢死了，影响着观光，以后要安怎生活？科学家即摆会当做的，就是尽量收集感染黄带病酸蚵搭的样本，再转去实验室做更较详细的分析。伊嘛呼吁政府爱加拨一寡钱甲人，好好啊研究要安怎阻止酸蚵感染的范围继续扩大。记者感恩恁朋友。天气报你知，咱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4度。外岛9度至19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请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